我有徛在边仔等看伊有慢慢啊行无，慢慢啊爬无安尼啦。了后，伊就话无爱搁再开迄个记者会，因为忽然间互伊搁回忆到迄段，因为迄是3月翕的，5月得奖。伊已经拢进入去伫迄个得到阳光迄款的欢喜兴奋的内底，但忽然间就爱搁互伊伫迄个场面去想到迄个夭娥的囡仔可怜的苏丹，伊开始足艰苦。毋然呢，搁较艰苦的就是伊讲袂出来，迄个附近人所咧问的人道的问题。所以到伊结束的时，伊讲迄暝伊拢困袂去。伊一直问一项代志，伊讲我都爱工作啊，我都爱摄影，我都爱摄影啊，我都爱甲报社联络啊，我都爱上网啊，我要安怎去照顾迄个囡仔？安尼啦。毋过伊家己良心得个自责，我伫太遮痛苦，我太无法度通去解决迄个夭娥的问题，迄个才是我的问题。迄是国家的问题，互伊规暝哦，无法度，真痛苦。到最后，伫1994年，就是伊得奖了后的2个月的7月25日，人发觉伊自杀伫家己的轿车的内面啦。伊留落来一张单仔伫遐写讲。我对不起大家，因为我伫发觉痛苦比欢喜搁较济，就安尼结束伊的生命。所以这张图伫网络上、伫世界，其实10几年来一直咧提醒一项事：作品真重要，总是。你若失去迄个人自的心，就是21世纪最大的悲哀。凯文卡特最后用伊的生命咧描写出来，一个人我都通救非洲的夭娥，无毋对。对一个人若干那为着业绩、为着工作、为着作品，煞袂记你，迄个囡仔等下就要去互鹰鸟食掉。你无甲伊抱起来，你无用你的车甲伊载到救助站，这是啥物生命，啥物世界？我想，伫咱逐人的信仰的过程中，咱嘛要用这个做咱一个反省的机会。上帝互咱遮侪恩典。不管你是出身牧师的家庭、中职的家庭，还是好野人的家庭、有官兵的家庭，拢不要紧。要紧的是今仔日来到伫咱的教会，你是毋是干那要徛伫凯文卡特的角度，干那安尼穿水水，我家己来做礼拜，了后我就去转。我来做中级的服侍，来做行政，来开会，我就会真正付出真多啊！我做一个老信徒，我就接受礼拜日，去礼拜，我都真好啊！咱是毋是干那安尼？那安尼，咱是要伫30、50的信徒啦，你知唔知？今仔日上帝较爱咱的。是爱进入去到30、60，你爱有一粒怜悯的心啦。若无你会亲像凯文卡特，你心内哪礼拜哪袂平安，互你哪得到恩典，你哪辜负主？你干那做迄个一部分尔着，迄个尽本分是伫你的上帝互你的遐大内面的小部分。所以有真侪时阵。伫中职训练会内面，我拢会甲中职伫遐讲，选到中职，3分办行政，7分爱办人民，
听人关怀的工作。若是选着中职，干那拢做行政，都足无闲，也着开中职会，也着开小会，也着做主的老师，也着参加圣歌队，也着参加祈祷会，参加家庭礼拜。哇，我一礼拜参加7、8项，安尼就做中职。你中职嘛爱参加着，毋过迄个是占你的3%尔啦，你知无？剩的你爱阁摕时间出来。我要来引带啥物人？我今仔日下班，我车无直接飞到阮兜，迄个新来的家庭，我是毋是来去甲伊祈祷，了后我才等伊处理？我今日礼拜煞，我无随时去付我另外一场的会，我是毋是会当甲一个新来的人伫遐做伙祈祷？有无？长老教会中心就是无一个人。今仔日国基教会、华基教会，规千人咧聚会。因哪来哪济人，就是遐个华语教会的中心，因较少做行政，较济做关怀的工作啦，带领的工作啦。这个就是伫这10年来，长老教会甲华语教会，迄个距离哪差哪远的所在，就是伫遐。是感谢主，无论我伫北营也好，还是今仔日我来到英国教会。听咱的牧师小可介绍咱的教会也好，咱规间较有心咧带领新信徒的教会，教会才会成长啦。啊，毋望即个毋是干那牧师咧带，是中级老信徒，一定爱有看见36节。那干那聚会啦、开会啦，拢做热心，你是35、36个啦，甲中级，你一定爱有看见。若无付出迄个关怀的听，迄个教会足歹做。咱就讲连嘉恩迄个医生台北荣兴教会迄个医生，伊讲派去非洲做迄个替代役的外交部替代役的工作。伊是医生啊，伊嘛是着爱学习伫遐跑步集合点名，毋过伊看见。遐个非洲的人生活真无卫生，咱会知伊讲用一袋仔粪扫，塑胶袋仔，就会当来换伊一袋仔旧衫，互遐个囡仔穿。换旧鞋互因穿，恁拢去捡粪扫来，就当换我的旧鞋。伊的荣兴教会、台湾的教会，兄弟姊妹拢做伊的护盾。伊讲安尼用迄个货柜安尼车遐个旧鞋啊、甲旧衫啊去到非洲的时候。因迄个国家所无遐大个仓库，通好缀遐个旧衫的啦。迄个国家落雨啊，到遐严重。伊一冬做到，佮申请讲，佮互我延一冬。咱话是讲紧转来咯。伊毋是，伊毋甘遐个可怜的囡仔。伊都做兵就好，伊都伫大使馆内面，甲遐个大使遐个家属来看病，总是。看见遐个苦痛，我都会体会。今仔日伊的责任就是做兵，总是伊的信用所讲的迄句话，讲怎？伊讲出生伫好命的囝儿，就爱为着较侪苦难的人来加付出一份疼啦。迄是连教阮咧讲的。所以咱都会体会。拄着阮知的赖文瑞伊迄个家学长。伊伫遐咧描写讲，伊的太太。